我们看到这段时间，原来蔡总统变成了辣台妹，可是一碰到慰安妇的议题，他就变成了软台妹。那从软台妹变成哑台妹，哑巴的台妹，最后呢变成什么呢？蒸发的台妹不见了，完全没有在这个议题上表示任何看法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我要特别强调，我们继续为阿嬷们争取正义、争取公道。到现在为止，日本的政府还是不愿意大大方方的道歉赔偿。那么实际上呢，他说这个事情是民间的，跟政府无关，要不然就说证据不足，要不然就说大战结束，我们签的条约该还的都还了，他们就不愿意再做任何进一步的道歉。甚至于在台湾也是有少数人说，慰安妇里面可能有自愿的哦。记不记得在课纲案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原来把课纲写成台湾的妇女在大战时被迫担任慰安妇，就被迫这两个字引起一些这个独派的人士，乃至于青年来抗议，说不能证明他们都是被迫的。当时美国的 CNN 还有报道，他说台湾人居然认为慰安妇有自愿的，似乎把台湾中华民国看作是一个不文明的国家。请各位贵宾面向慰安妇铜像献花。